第五，破情緒之上，好多人呢一生人都活不明白，就係因為佢成日活喺自己嘅情緒當中。有啲人令到你發嬲，你就會覺得佢係壞人。但係當你破咗情緒呢一關嘅時候，你會發現，咦，令到你發嬲嘅人反而變成咗你嘅貴人。因為佢幫你照出自己內心情緒當中嘅病灶，所以咧，當你能夠睇見情緒本身，你就已經喺情緒之上，看見憤怒，你就唔會俾憤怒控制；察覺恐懼，你就會比恐懼企得更高。真正嘅情緒自由咧，就係學識觀察自己嘅情緒。第六，破時間同埋觀念之上。時間並不是線性嘅長短，而係距離，而係我哋人類去將咁樣嘅距離落咗一個定義叫時間。其實喺唔同嘅維度裏邊，時間嘅感受咧係完全唔一樣嘅，所以時間咧並唔係真相。咁年齡就更加係幻覺啦。嗰啲認為我到咗咩年紀就應該做咩事嘅人，佢就係被困喺呢個時間嘅牢籠之中啊！所有令到你感覺窒息嘅應該點樣，無論係時間、年齡定係觀念，都係你需要去突破嘅幻想。咁我哋應該點樣去提升生命嘅維度呢？好簡單喎，當你活出完全屬於你自己嘅人生劇本嘅時候，你瞬間就升級噶啦。所以覺醒究竟係乜嘢？唔係你吃咗無數苦，亦都唔係你讀咗萬卷書，更加唔係你有幾多信仰，追隨咗幾多大師啊！覺醒就係一個一個咁打破你曾經深信不疑嘅東西，去問自己：如果我一路以為係對嘅東西，並唔係對嘅呢，咁會點呢？破相就係重生，破相就係意識重新升起嘅地方。當你唔再害怕不能俾你掌握嘅未來會怎樣嘅時候，你就真正踏上咗覺醒之路啦。